好似邀請你做呢個展覽啦，係關於 Still Life 嘅時候咧，咁你喺你自己個腦入邊第一件諗起嘅場景會係啲乜嘢？我屋企咧就好多唔同得意嘅角落嘅，餐台、餐椅嗰啲凳可能會係4張唔同顏色啊。呢一切喺我眼中都好似成為我繪畫嘅一個布景咁。今次你選取嘅物件啦，都係同日常啦，同埋同好多個人歷史有關係。你覺得佢係可以超越時間，係一個好似 Still Alive 繼續落去嘅一樣東西咁樣咧？我會好想俾人知道，即係可能植物唔係單單係一個死物啦，即係可以有好多含義喺入面啦。呢啲東西出現喺呢個屋企嘅時候，就係好似我爸爸為呢個家去增添一啲色彩啊，或者係一個我覺得好有愛嘅表現咁樣啦。所以我覺得even佢離開咗啦，我覺得呢啲物件沿用至今係令到我覺得每日嘅生活都有佢啦。咁對你嚟講，你覺得呢啲作品嘅時候係好似有一個考古嘅感覺啊，因為係其實你好似喺度解碼緊已經離開咗個爸爸嘅一啲選擇咁樣咧。你考古呢樣其實好貼切啦，因為我覺得其實我一早已經知道屋企入面出現咗啲咩，但係唔同時間睇好似有啲新嘅感受咁樣咯。其中有一幅最大嘅作品咧，其實係一個風景畫啦，跟住入面有出現咗2張凳嘅。有時我都會坐喺餐台都覺得啊，如果佢喺度都幾好喎，即係有啲新嘅對話。會唔會問翻譬如即係媽咪咁樣話啊？點解呢個物件會喺屋企出現啊？所以就係點解咁適合做呢次嘅主題咯。其中有2幅畫係咁細張20x20嘅，咁就係一對公仔，即係當時原來係我同爸爸2個去街咁樣，咁佢就話喂，就可以買一隻喎咁樣，咁我原來就同佢講話唔得噶喎，即係一對噶喎，即係咁樣先係一個完整嘅，好似我同你咁樣喎，咁樣即係所以我嗰下聽翻好感動咁樣咯，所以個名我其實都改咗叫做 Bread and Butter 咁樣啦，即係唔係話必須要有咗對方就好似會更好嘅一個 combination。